同款嘛是公共安全，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高雄后野商圈的有一条雨伞街，这是真出名的地点。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，真侪雨伞拢已经坏去啊，有的是破甲剩机棍尔尔。那阵这雨伞去插到人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。即马后野商圈是表示讲，就是因为风雨，毋才会互雨伞破甲遐严重。这2天已经煞煞咧拆，按算月底会全部拆掉。 五花十色的雨伞吊伫咧半空中，这是高雄安宁街后野商圈，也是地方有名的雨伞街。常常城国内外游客来这登卡翕相。不过行卡我甲看，这侪雨伞拢已经破去，有的甚至已经破甲剩伞骨通伫咧遐。有民众反映爱加强管理，万一若落落来去插到人，惊会流血流滴。它那个如果掉下来，你看它已经有稍微破损了，然后那个雨伞是。 上面是铁的啊，如果走下来的话，现在风又那么大，经常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客人过来拍照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引流。那当然肯定会有一些破损的，因为风吹日晒肯定很正常。那如果说有在做的话，也是希望就是可以把一些坏掉的。 就是定期换掉就好了。雨伞街的装塔已经有10多冬久，唔那正做商圈的特色，也确实替店家带来人潮。商圈理事长讲，雨伞总数大约2200支，其中300支是民众采过，因过活动拢是对9月开始办到过当年的4月。今年头摆延长2个月，想要到煞去拄到6月中的风雨，大约有200-300支雨伞受损，加在唔捌有人因为安尼受伤。 损坏的部分大概在1-2成左右。那这个再掉下来的话，我们都是立体处理。那目前损坏我们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内，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在施程规划也在6月底就全部就清除完毕。理事长表示，后野商圈是南部上大的生机大卖商圈，这几年受到高雄车头时间甲民众买物件习惯改变的影响，有衰退的状况。除了办活动城人来以外，因也积极辅导店家做直播化卖，对时代潮流行，为家己找出路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